臣弟之前经常劝大王要打理须发，王兄都懒得理会。今日一个小丫头叫了一声老伯，王兄回来就忙着修剪胡子。你说，寡人真的有那么老吗？王兄一把络腮胡子，威风神武。只是这楚人华而不实，连男人都讲究修饰。大王的须发，在我秦人看来是相貌堂堂，只怕会吓到那些楚国的小丫头们。依寡人看，楚国的男子都缺乏血性，他们不以健壮为美，却以削瘦为美；不以弓马为荣，却以师父为荣；不以军功为尊，却以亲族为尊。将来秦楚开战，楚国必输无疑。禀报大王，何事？刚刚得到探子来报，眼下诸国均派使臣以联姻的名义前往楚国，他们企图在郢都会盟，共同对付我们大秦。哼，真的吗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大王，来者不善，需多加提防才是。没什么可慌张的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寡人还要多住几日，想办法多得到一些楚国的文化典籍、刺绣、养蚕等书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招揽楚国的英雄贤士，娶到楚国的嫡公主。寡人要布一盘好棋，一步一步的走。这先走哪一个棋子呢？你打算修一下胡子吗？我，臣弟敬谢不敏。不管怎样，你想通了就好。我会去母后处向他挑明此事的。什么？你要芈月做你的陪嫁？你是真的糊涂懵懂，还是故意来惹恼我？母后既然愿意倾其后宫珍宝送淑儿出嫁，为何一提芈月二字就断然回绝？不要问那么多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芈月从小与淑儿一起长大，只有她最知道淑儿喜怒哀乐。秦国路途遥遥，若有芈月，也能减少淑儿思乡之痛。正是因为我疼你，楚国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说个不字，但只有芈月，我不能撒手。芈月与黄公子婚事未成，楚宫内外早已议论。既然母后不想让她在楚宫出嫁，那就让她陪我去秦国，也可免了是非与众人的猜疑。不管外人说什么，我主意已定。难道母后心想让她死在宫中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别人说三道四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这般不知好歹啊？是公主错怪了微后，微后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公主好。既然是为了淑儿，那就帮淑儿解开心头之谜。从小只知道母后慈爱，对待宫中其他公子公主也恩威并重，宽严有度，为何只有对待芈月如此的刻毒刁难？芈月的娘亲与母后的嫌隙，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她娘亲去世，再大的怨恨也该烟消云散。难道连恩怨也要母债子还吗？事情并非像公主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好吧，既然你……母亲，姐儿好饿。姬儿，母亲给你倒口水喝，好吗？母亲，姐儿越喝水，肚子就越饿，肚子饿得咕咕了，都已经。姬儿，还记得母亲跟你讲过晋文公重耳故事吗？记得，重耳在外流亡19年，颠沛流离，衣食不周，最后却成了一代霸主。姬儿不比重耳差，不管怎样逆境，都要坚强。
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，有胡衍、赵崔等谋臣相随，齐桓公、秦穆公等诸侯争相以女嫁之。惠儿姑姑和香儿姑姑就是胡衍和赵崔吗？是，惠姑姑、香姑姑就是胡衍、赵崔。继儿知道了，继儿会勉励自己，继儿出去跑一跑，身上就没有那么冷了，肚子就没有那么饿了。夫人，你们知道为何我日日跟继儿讲重耳吗？其实不是对他说，是对我自己说。重耳流亡，还有10几个忠心耿耿的谋臣相随，还有齐桓公、秦穆公。华哥哥来信了，说是这2日情形不大对头，朝廷派了不少王军在这条道路口设了关卡，好像在抓什么人。不是针对我华儿或其他公子的吗？不像是。那是在抓谁呀？听说芈月带着公子季回来了。芈月回来了？据说是朝廷的一些老臣派人把他迎请回来了。这个时候迎请他回来，那一定与那道遗诏有关。姑母说的是，自襄惠文王去世之后，宫里出现了不少古怪事情。先是穆坚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后是会后又派人将成明殿掘地3尺。据当事人说，起因都是那道遗诏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应该让那当事人这些日子把眼睛瞪大些。说起那当事人，姑母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，他靠得住吗？出卖主子的奴才全都靠不住。我们要的是他做我们的耳目，而不是他的忠心。姑母在想，芈月回来了，没准儿他能给咱们帮上大忙。当年芈月对我华儿颇有好感，还在大王那儿力荐华儿为太子。眼下我们与交房殿之间的实力在伯仲之间，既然这芈月和芈姝已成为死敌，若能与咱们联手，胜算岂不大了许多？是为了太子的位分，只怕王后那边早有筹划。听那边的丫头学话，也难怪，那太医确实迂腐。太医说什么？王后，您六脉咸迟，应是用心太过，素日积郁，兼心血较弱，心虚而生火，所以诸邪上扰，引起头痛。宫中女人哪个不是素来郁闷？又有谁能够夜夜睡得香甜？做御医的把这套车轱辘话来回说，都已经说惯了。到了王后那边，自然是要吃瘪了。也不知是哪家贵女让公子当这般上心，宁肯跟王后翻脸啊，就是原来姑姑提起过的那个美人。王后，这是太医另开的调和气血的药，您服用试试吧。这些甜甜苦苦的药汤子，我都喝过多少了？要管用早就管用了。拿走。是。怎么了？魏夫人来了。又怎么了？王后，那个魏夫人来了。给我撵出去！是。夫人。
臣妾魏延，拜见王后。传我的话，召集守卫秦宫的禁军将士，到宣誓殿前聚合。我要训诫。可是太后，怎么？您前几日刚刚遇上刺客，眼下禁军里头一定还有谋反者。禁军当中，肯定还有勾结诸公子之人，但不会整个禁军都靠不住。鼠辈只敢暗中下手，而整个禁军军事列阵，5人为一伍，5伍为一两，4两为一卒，5卒为一旅，5旅为一师，5师为一军。每个人周围都是4个人看着，任何人有一点异动，都逃过别人的眼睛。想在禁军当中行刺，除非他是疯了，或者是急着自寻死路，所以用不着担心。是。拜见太后。拜见太后。将士请起，把他们解开。太后，解开！乱军中冲出，我想拦你，你却用石子打了我好几下。当时我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刁蛮凶悍的女人呢？当日我想着，你们杀了黄歇，我也不活了。没想到，我还是活了下来。那是你为了黄歇，一心要杀我。可是到如今，你还没杀掉我。不仅没有杀了你，还做了你的女人。当升天在上，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做不了主。可我想自己做主，我真想叫时光倒流，我想让你我仍像从前一样，心无芥蒂，和好如初。雅君，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？我和你福儿是一家，但你的嬴稷不是。福儿是我的孩儿，继儿也是，你能叫我如何？你太贪心了，明明不可兼得，却样样都想有，永不知足。世上母亲对自己孩儿全都一样，十指连心，不分彼此。夫君就能分出彼此不同是吗？我不如那嬴稷的父亲。这不是你的真心话。那你带上福儿跟我一起走。从今往后，他姓翟，不姓嬴。